今日要介紹嘅係已停辦嘅德里鎮巴士路線 288X。 呢條路線由紫荊巴士營運，來往青陽村同布達里站，途經天際海灣同高沙庫大學。全程車費13.8元，行車時間大約15至20分鐘。營運資料：開辦2020年9月12日，停辦2023年10月9日，由 286X 加徑青陽村及 288P 線取代。用車 Enviro 500mmc 75某某系。服務時間：停辦前，青陽村開出7點至下午10點30分，布達里站開出7點30分至下午11點，班次15至20分鐘。收費：全程13.8元，分段高沙庫起6.4元，天際海灣起3.0元。行車路線：往布達里站、青陽村、天際海灣、高沙庫大學、雅日花園、阿爾西斯里羅士基金中學、德望小學、海天豐布達里站。往青陽村、布達里站、海天豐、德望小學、高沙庫服務站、八爪魚餐廳、天際海灣、青陽村、長康樓、青陽村。歷史：2020年投入服務，2021年增設青陽村長康樓分站，2023年停辦，改由其他路線取代。使用狀況：288X 曾係唯一直達青陽村布達里嘅特快路線，早晚繁忙時間客量高企，經常頂閘。停辦後，乘客轉投 286X 及 288P。天際海灣指示版有 288X 的指示。今日要介紹嘅係紫荊巴士 E95 線。呢條路線由六里鎮開出，直達展貿館，途經天際海灣同恩明花園。全程車費10元。巴士營運資料：開辦2018年8月1日，營辦商現由 Crosslink 營運，過往曾由紫荊巴士及高發捷運營辦。車廠現為 Crosslink 星光街車廠。用車 Enviro 500mmc D6 耀系。歷史：2018年投入服務，六里鎮展貿館。2020年加經六里鎮西，同年10月改由 Crosslink 獨營。2023年增停南涌隧道轉車站。收費：全程10元，小童、長者半價，支援八達通及電子支付。行車路線：往展貿館、六里鎮、天際海灣、恩明花園、南涌隧道、展貿館。往六里鎮、展貿館、南涌隧道、恩明花園、天際海灣、六里鎮。使用狀況：開辦初期客量不足，因機場翻新，客量一度低迷。增停南涌隧道後，吸引更多乘客。